今朝早起身喺 Facebook 廣告見到，海景的沙發轉南窗冇幾個，然而銀行定按低咗，定存利息不夠喝，屋企實在擠迫得很難過。這間啱我，也許供樓這條路一生都煩惱。不過為了家中老亂活得好，踏上揾樓這條路，隨着我突然看到這個單位裡面足夠我全部一起跳舞。陽台係窄，而唯獨兩間房分佈，設計得相對好，大概3米的樓高。開景的懷抱，西鐵讓我一轉身到達，趕到校網呢區都還好，誰讓我突然看到，問下 agent 最近的議價程度，一起計數。Bye。